好啦，嚟到4項國際一級賽嘅壓軸浪琴香港杯國際一級賽2000米7匹馬角逐，見到名醫入咗，因為呢7隻馬嘅啫，所以入閘都好快噶啦。禪聖輝煌搞掂，我哋嘅前馬王浪漫勇士最後入閘係直線力山。嚟到壓軸一級賽第8場一級賽2000米浪琴香港杯，為浪漫勇士4連霸打氣啦，準備好啦！起步嘅時候呢，寶萊歌劇啊，同埋嗰啲健身心嗰啲慢少少啫。前面快寶萊歌劇快，禪聖輝煌第2位，外邊仲有啲名醫啊，守住第4浪漫勇士，守住第5位健身心啊。尾二位置直線力山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就係嗰啲離心名媛嚟噶。好啦，開始轉呢個馬房灣嘅時候咯，前面禪聖輝煌自己帶頭啊，名醫守住個第2位，第3位寶萊歌劇啊，浪漫勇士守住個第4位啊。埋邊有直線力山啦，尾二位置健身心，暫時殿後馬匹就係嗰條離心名媛嚟噶。好啦，開始跑對面直路，前面名醫帶頭，禪聖輝煌第2位，浪漫勇士咬住個第3位、第4位寶萊歌劇啊。外邊仲有健身心啊，尾二位置就係嗰直線力山，暫時殿後仲係嗰隻離心名媛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200米段住嘅時候咯，次序上面都冇乜點喐過，都係名醫帶頭，禪聖輝煌第2位，浪漫勇士守住個第3位、第4位呢，就係嗰啲寶萊歌劇啊。響佢外面有健身心啊，埋邊位置直線力山尾二，暫時殿後馬匹就係嗰啲離心名媛嚟噶。好啦，過晒1000咯，前面都仲係冇變過，461275啊嘛，乜前面帶頭，名醫帶頭守住第2位，禪聖輝煌，浪漫勇士又係第3位、第4位嘅馬呢，就係嗰啲寶萊歌劇啦。守住第5位就嗰啲健身心啊，尾二位置直線力山啊嘛，暫時殿後都仲係嗰啲離心名媛嚟噶。好啦，開始轉彎，前面距離頭馬都好似縮細咗咯，前面帶頭仲係名醫帶頭啊。守住第2位有禪聖輝煌啦，浪漫勇士守住個第3，外面走咗上嚟，離心名媛添，埋面有直線力山啦，後面2隻寶萊歌劇同埋健身心。好啦，正直路，前面混戰平排添，浪漫勇士出咗嚟先啊！呢隻名醫啊冇乜跌面就冇乜滯咯，埋面有直線力山啦，埋面呢中間禪聖輝煌都上埋嚟，外面一對寶萊歌劇同埋離心名媛啊！好啦，鬥到嚟最後200米啦，真係浪漫就係浪漫，浪漫勇士走甩咗2個馬位，寶萊歌劇為追佢唔到，禪聖輝煌打落去都係咁多上下嘅啫，反而名醫都仲有少少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都係睇住嚟贏嘅。跑第2名寶萊歌劇，第3名呢係咪中間穿到上嚟嗰啲健身心啊？因為呢禪聖輝煌啊同埋嗰啲名醫都罰晒力啦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，馬王即係馬王，咁啊成功4連霸呢一場嘅賽事，亦都為浪漫勇士呢帶嚟佢出道以嚟第11場嘅國際一級賽頭馬。